屬蛇嘅你今年桃花都唔錯喎，都叫排第3，因為今年係戊水桃花年。咁雖然冇紅鸞天喜咁好啦，咁戊水桃花都叫做有桃花啦，係咪？咁你未有拖拍嘅戊水桃花，都叫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做生活多啲點綴下啦。如果結咗婚，好穩定嘅感情，呢個桃花都叫化為人緣，對事業都有幫助噶。咁所以呢個桃花嚟講，一般嚟講啲人成日講咩三角關係，我成日講啦。因為桃花同人緣咧同一個宮位嚟嘅，只不過你自己定力唔夠就變桃花，你定力夠就變人緣。咁其實好多時候睇自己，唔好乜都賴風水，又唔好賴個命啦。有時自己都有機會自己出問題嘅。咁同埋今年有個星叫墨月星，咁墨月都有利地位提升。所以今年如果上班一族有地位提升嘅星，又有桃花星，老闆見你個樣咧都順眼啲。即使公司裁員到咧，可能財政你都覺得你順眼啲，留你喺度啦，都冇咁快輪到你嘅。雖然今年財運排第7。就冇咩大嘅突破，平平穩穩一樣啦。如果你生喺秋冬天，今年咧應該都係順序一路上緊嘅。咁如果你生喺春夏天，今年都係要宜守不宜攻。如果你發現2025已經好慢，咁2026更加慢啦。因為你2025係犯太歲，好棘手嘅。犯太歲容易影響情緒。如果犯太歲加埋你春夏天出世，又已經心情唔好，運氣又唔好，事業又唔好，咁你犯太歲咧就唔係即刻過嘅喎。因為我成日講咧，每年情緒會延續少少嘅。咁如果你發現你而家仲受呢個情緒影響，要提醒自己，因為有機會延續到整個春天都受負面情緒影響，盡快脫離呢個負面情緒，踏上呢個今年桃花年。咁如果你因為2025犯太歲分咗手咧，今年呢個咸池桃花就更加要把握啦。因為分咗手就喊得一句句，即使有啲霧水桃花。咁都叫做 OK 啦，又或者咧，原來霧水桃花拖到過咗呢個2026，拖到2027咧，就假桃花就變真桃花，所以霧水桃花未必一定係即刻嚟即刻走嘅，拖到就可以延續嘅。所以今年桃花年又有墨月星，有你地位提升。咁凶星有咩？有亡神喎，所以銀包啊、鎖匙啊、手提電話啲今年容易唔見，亡神係自己忘記咗，所以記住今年私人嘅嘢要留意。咁就有粒凶星叫做病符，病符係小疾病，但係你屬蛇咧，即係春天要留意啫，因為春天你都受犯太歲影響，都有機會體質麻麻地嘅。咁但係落到夏天正式受桃花年影響，咁你病符就唔係話好嚴重嘅。咁就天官符，天官符都係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，咁呢個細嘅問題。呢個天官符只係影響春夏天出世嘅人，秋冬天出世嘅人可能完全係唔使理都得嘅。